第35届团结金曲奖的入围名单今日公布啊！这戏剧表演类特别奖是由推萨戏剧艺术半世纪的北艺大名誉教授屈坤良得奖。屈坤良除了做研究，佮写剧本，也做导演，是下领域的戏剧人才。今年团结金曲奖这戏剧类报名数量比去年增加15%。团结表演中心表示讲，这显示台湾传承这传统戏剧风气有伫咧活泼发展。 第35届传艺金曲奖戏曲类表演特别奖得主邱坤良老师，恭喜！第35届团结金曲奖戏剧表演类特别奖颁予顶进推萨戏剧研究、推广半世纪的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名誉教授屈坤良。屈坤良除了做研究、推广戏剧，也写剧本、做导演，是全方位的戏剧界先辈。台湾从事台湾戏曲表演工作的，那没有人不可能不认识邱老师。 那邱老师从民国应该60年，大家可以知道那时候的政治环境、表演文化的环境里面，要去从事研究台湾戏曲这样的一个对象，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也拿最佳演员奖的入围名单有歌仔戏演员郭一焕、美雪，成立歌仔戏团的李静芳、邓美云，佮有国光剧团的陈清和、黄武林入围。 上大奖最佳年度作品包括邓美云歌仔戏团、台北海鸥剧场、台北梦舞剧团、腔剧场加江之翠剧场合作的戏，秀琴歌剧团，佮有永兴客家彩蝶剧团的戏剧作品，这届拢入围。今年呢，其实呢，戏曲类虽然只有10个月的报名，那增加了15%的件数的比率。现在我们更有计划，而且也更鼓励呢传统看家的。 或者是新编的，甚至于是跨域的，我们有过去传统的丰厚经验的累积，以及时代新生命的力量。团结中心表示，今年团结金曲奖戏剧类的报名数量有315件，平顶届275件，增加40件，显示传统戏剧一直有新人加入，等咧活泼发展。这摆团结金曲奖8月31日台湾戏剧中心举办，有网络甲电视台转播，共同见证传统艺术的水。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